第十期嘅商湯天子就出咗啦，咁今期就題目係妖灰之爭。咁啊睇完今期咧，我就覺得係將整個嘅天子九啊，好似一下子拉咗進入《西遊記》嘅時空咁樣，係會去打妖怪。咁究竟係咪一件好事咧？咁題目係妖灰之爭啦，咁純粹係講緊爭奪呢個門主之位，咁都算啦。但係你又要加個伏羲頭骨。即係一樣橋，你用咗第二次，而喺同一個書入面出現兩次，會唔會係真係一雞兩味，定係叫做係同之前嘅靈甲係前後呼應咁樣呢？好啦，跟住就講下今期重點。今期基本上係只係分開兩條線，苗疆嗰邊同埋太清山呢邊。咁苗疆嗰邊就再可以分開，就係色魔呢邊同埋天元呢邊。咁先講翻色魔嗰邊先，因為上期嬲尾咧就講到色魔就喺度窺探緊咁樣噶嘛。咁原來佢係想係奪取欣宜嘅身體。咁呢一個做法咧，10年之前都試過，不過個對象就係欣宜個媽媽。咁但係兩次嘅目的其實都係得一個，就係諗住奪取咗女士嘅身體之後咧，咁就可以威逼利誘佢哋，然後去氹下禪妖。喺奪灰之爭呢度咧，就可以幫到色魔手，令到佢奪得到呢個妖灰嘅地位。咁當年佢就俾禪妖突然間翻嚟撞破咗，於是打起上嚟，跟住色魔就受咗傷啦。今期就話俾大家聽，原來佢當年受傷之後咧，仲係傷咗下體嘅，所以10年之內都唔能夠同女性有深度合作。但係依家一好翻啫，就即刻諗住出嚟，又係要順行佢嗰個計策，所以先至嚟偷窺。好彩就係天月喺度啦，咁佢就暫時離開啦。咁然後佢就去揾咗個老相好碟機。好啦，另一方面就係交代翻嗰個五妖嘅關係啊。咁原來呢五妖係本身係啲師兄弟嚟嘅，都係五聖門嘅門人。咁佢哋嘅師傅咧就叫做陰冥絞王。好啦，但係絞王咧，就喺100年前咧就獲得呢個伏羲頭骨，就唔將佢練咗做神冠。咁神冠咧就有功效嘅，咁不但又係可以提升功力啦，最重要同時就係可以令到得到神冠嗰個人咧，就練到有能力係飛升嘅。咁到絞王真係可以飛升嘅時候咧，就留低咗個神冠，就引班徒弟咧就爭做妖灰。咁勝出嗰個咧就可以得到神冠，兼且成為五聖門嘅門主，統領晒整個苗族嘅人同埋妖。咁頭兩屆嘅得主咧就分別係禪妖同埋蛇尊嚟嘅。咁跟住去到天月嗰邊啦。天月上期就係受咗傷咁樣啦，咁跟住就要休養。咁但係第二日就即刻出發去五花寨啦。咁去到五花寨一個小麥田嗰度咧，就突然間遇到失火，原來係色魔安排嘅。咁咧就天月咧4個人最後尾就俾人分開晒。咁天月最後仲走咗入去鼠霸嗰個地洞大殿打起上嚟。好啦。跟住就去到太清山嗰邊。上期豆丁太興就話天數有定咁樣啦。總之，但係今期就敵不過徒子徒孫嘅情分，最嬲尾都係諗住逆天而行，俾嗰啲錦龍王清明叫佢就去苗疆嗰邊救仔，但係同時間又話要擔心仙途自己個仙途啊。總之跟住清明就坐住仙鶴就飛去苗疆。咁呢次咧就應該係佢第二次要去救仔啦。開始進入商榷篇咁樣啦。咁第一個商榷位咁就係今期就真係有《西遊記》嘅味道。咁話說咧，就首先係喺第10期嘅第2頁色魔嘅部下就提到啦，就係話若吃了那神獸肉，肯定大增勝力。呢個咁嘅句子，你一睇會唔會聯想到真係《西遊記》呢？《西遊記》入面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小説又好，劇集又好，都會記得係有話食到唐僧肉就可以延年益壽長生不老咁樣嘅啦嚇。跟住
睇下第32回嘅《西遊記》啊，金國大王係講到啲咩咯喎？咁啊，金國大王就話啦：，唉、你都唔知啊！我當年啊出天界嘅時候啊，就聽到有人話：，唐僧啊係金禪長老林凡十世修行嘅好人啊，食咗佢啲肉啊，可以延壽長生。嗱，總之喺《西遊記》入面，基本上係妖怪都知道唐僧嘅肉食咗就係有好處嘅，咁同而家色魔嘅部下講呢句係咪好似咧？好，跟住去到第3頁啦。色魔啊，原來佢可以幻化人形啦。喂，呢個咁嘅設定就係話俾你聽，佢唔係人嚟嘅，呢個絕對唔係人世間嘅易容術啦，唔係阿朱啊，天龍八部阿朱咁樣係易容就可以改變晒人嘅容貌啊、聲音啊，佢係真係幻化人形，佢係一隻妖嚟㗎。而家係有妖喺出現過人世間嗰度啊，係甚至係會同人一齊生活喺同一片天空啊。好啊，跟住去到20頁到28頁，呢度直頭係一次打妖怪嘅過程啦嚇。阿天月落咗去土撥鼠嗰個咁嘅地洞，然後就打起上嚟啊！喂，呢一 part 同孫悟空入啲山洞度打妖精係冇分別㗎。嗱，之前佢打下金蟬妖君，其實都等於而家用而家去睇翻啊。金蟬妖君固然都係妖啦，但係嗰陣時起碼冇正式話俾你聽啊嘛，你只係會奇怪點解呢個人可能係會有無啦啦又生有啲角，但係佢一正常翻呢啲角又縮翻落嚟喎。咁你都仲可能係當係俾啲妖入侵咗佢身體度，操控咗佢啫。但係而家唔係啊，佢徹徹底底係話俾你聽，五妖根本全部都係妖嚟嘅。咁真係好似《西遊記》咁打緊妖怪咁樣添啊！第二個商榷位就係關於色魔嗰個咁嘅計策啦。喂，佢呢個咁嘅想法係諗住真係利用女性身體，然後逼啲人夫或者人婦去就範。呢個係又係乜嘢嘅腦袋你跟住先至會諗得出嘅咧？即係嗱，首先喺第2頁嗰度啊，色魔就講出咗自己呢個諗法嘅，就係話本嚟諗住今晚就奸了那娃兒，成了我的人，老金便要助我奪魁。那娃兒肯定係指阿欣兒啦，老金就真係禪妖啦。但係問題你睇完呢句，你會唔會覺得奇怪啊？奸咗個人哋個女成為我嘅人之後，阿老金就要助我奪魁。好啦，等陣到第7頁有個旁白，又係都係一樣嘅解釋嘅啫，就係又話色魔就圖壓奸阿金妻，以此要挾他，令金蟬助他奪魁。又係啦，喂，奸咗人哋個老婆，咁就可以威脅到係金蟬，即係呢個咁嘅諗法，究竟有冇可能行得通咧？就真係又係要睇下你遇着嘅，咁其實。可能係啲乜嘢嘅女人啊？唔係冇可能，但係你可能要對住嗰啲女仔咧，係有啲意志力比較低弱啲嘅。如果你遇着嗰啲好精烈嘅女子咧，肯定就行唔通嘅。即係喺第6頁嗰度咧，佢又同時間又話俾你聽咧，阿色魔係喺15年之前就已經開始係諗住爭奪妖魁，然後就開始部署，就對阿金蟬妖君嗰個老婆關懷備至。但係幾年之間對方都不為所動。但係記住呢個時候蟬妖已經係癲咗㗎。咁又有個好細個嘅女即係阿欣兒仲係 BB 仔嘅時候老婆都冇因為有個人突然間長期獻殷勤對佢好，而自己又係一個老公癲癲喪喪，個女又咁細個嘅時候，好似孤苦無依咁樣，都未曾因為咁樣而對色魔有啲什麼嘅特別嘅情感，咁肯定係中烈嘅女人啦，係嘛？咁你如何會覺得咁樣突然間可能奸咗蟬妖嘅老婆之後佢會因為咁樣而聽色魔嘅要求，跟住佢叫蟬妖去配合佢咧？好啦，欣兒同樣道理都可能係一樣嘅。
你點肯定到呢個女人真係俾你搞完一次就真係會為你着迷係咪？好啦，仲有一樣嘢就係、雖然阿禪繞係有時癲癲喪喪，有時就正常，但係只要係男人啊，基本上你發現啊，老婆啊或者阿女啊係無啦啦俾人強姦咗、失咗身，如果佢係有啲血性又有足夠嘅力量，都唔會選擇係啞忍啦，一定係會反抗㗎啦，係嘛？咁所以成個咁嘅計策根本我唔覺得係會成功啊！根本呢條計仔係癲喪嘅，邊個編劇先至會諗得出啲咁嘅嘢㗎？同埋就係10年前，色魔都已經捱過一次阿禪繞嘅毒打，你可以叫毒打啦。總之係佢要反抗啦嘛，禪繞咁啊打傷咗阿色魔。10年前你已經捱過一次㗎啦，跟住你仲因為咁樣打傷咗下體啦。然後你10年之後依然都係想用同一招，即係除咗話阿色魔係對自己呢條計仔好有信心、好有堅持之外，你仲可以講啲咩呢？仲有就係喺第10頁嗰度，佢因為恩兒佢搞唔到啦，於是就即刻去揾翻阿老相好阿蝶姬，咁咧就叫阿蝶姬攞極樂幻粉出嚟，搞到兩個人都慶合合進行呢個深度合作嘅交流。第12頁呢度咧就再提到原來色魔仲有另一個老相好，就係五花寨嘅巫師。咁同色魔嚟講，如果呢兩個都係老相好，但係佢哋都一個都係妖啊，一個就係五花寨嘅巫師啊，咁啊，無論係迷幻藥定係蠱毒方面啊，都係能手嚟㗎啦。咁其實唔係都可以幫到阿色魔做呢個競爭奪取妖灰嗎？咁點解一定係要打阿金城妖君嘅主意咧？咁同埋金城妖君又有啲乜嘢嘅好處會俾到你咧？即係叫佢教你武功，定係用巫術唔係妖術嚟幫你，抑或係當佢係一個副手。總之喺爭奪嘅時候佢就負責打低晒其他啲對手，然後去到最後尾決賽咁樣，跟住就輸俾自己，咁就直頭可以咁幫到。點都好，既然其實你都有兩個老相好，你依然都可以氹呢兩個人用佢哋嘅方法幫你㗎，係咪？好啦，第三個商榷位就係五妖究竟係咪而家啲人類基因都冇嘅咧？咁樣嗱，第3頁呢度就提到千變色魔咧就係變色龍成妖，所以最擅長變身，可醜可進。嗱，色魔就一定係講到明係一隻變色龍嚟啦。咁跟住之後，土撥鼠吧其實都即係應該就係鼠啦，土撥鼠啦。咁金蟬妖君呢啲其他嘢係咪都一樣，都係直頭係由動物修練成為妖，再練到係有人身呢？喂，我哋睇咁多輯嘅天子傳奇啊，即係經常都反覆你都會見到係有天妖啊、天魔啊咁樣出現啊。即係當時即係無論係天妖天魔係妖定魔都好，佢其實都係一個冇實體嘅，係一股能量嘅第二個空間嘅一啲嘅個體咁樣啦。佢係需要去附於真實嘅人嘅身體嗰度，然後操控佢哋嘅思想，進行自己嗰個目的嘅。但係而家唔係喎，天子九呢度直頭係話俾你聽，喺人世間有一個區域入面啊，就係有一班由動物修成呢個妖法，然後再練到係有人嘅身體嘅一啲嘅妖類嚟統治人類喎。至少係喺苗疆呢度係咁樣啦。咁呢個係點咧？即係《西遊記》入面人同埋妖
雖然都係話喺同一個時空度啊，妖亦都係由動物修煉而成，或者係上界嘅仙童啊、仙獸啊下凡做妖怪，但係至少呢啲咁嘅妖怪都只不過係佔據山頭嘅啫嚇。就好少話有統治人類嘅，即係基本上都係處於呢個人妖殊途嘅。但係而家天賜九絕對唔係呢一方面啊，佢係真係喺一個區域入面，妖幾乎係大晒嘅。咁跟住又要再引申落去咯喎，如果五妖全部都係妖，佢師傅固然都係話係一隻巨妖添。咁啊，成妖老婆咁究竟係咪妖嚟嘅咧？咁因而因哪怕成妖老婆係人都好，咁啊一個人同一隻妖生出嚟嗰個 BB，咁算係人定係妖咧？定係真係叫人妖？唉，奇奇怪怪啊，總之都係第四個商榷位就係五妖嗰個名號啊。五妖嘅名號基本上都係同五行有關。咁先講下有邊五妖啦，就係金蟬妖君啦、水蝶幻姬啦、冥火蛇尊、土撥鼠霸同埋千變色魔。嗱，你睇個名，跟住你諗下，佢哋同五行究竟又係有啲咩關係咧？嗱，金蟬妖君蟬究竟同金字係有咩拉楞咧？雖然黃玉郎喺前一期定係前兩期都已經話佢係參考自金毛獅王咁樣，但係你唔可以因為咁樣而夾硬要將蟬同五行嘅金係會拉上關係㗎嘛，係嘛？好啦，水蝶幻姬又係蝶係飛行係嘅，咁同水又有咩關係咧？網上有人我聽見就係話有句成語叫咩鏡花水月，咁問題係即係除非又係話呢隻咁嘅蝶演變嘅妖，佢又係同千變色魔一樣都係變化係嘅，咁冇嘢好講啦嚇。咁否則佢只不過係一隻蝴蝶，你要同水拉上關係，係咪點都要同解釋下？佢可能係一個喺水邊生長嘅一種咁嘅蝴蝶咧。如果唔係，點同水有何關聯咧？好啦，冥火蛇尊又係喎。28宿入面係有一個叫做逆火蛇嘅，但係逆火蛇唔係妖嚟㗎嘛。咁跟住好啦，一條蛇無啦啦又會同火係又會咩關係咧？最慘嘅又係乜嘢咧？冥火蛇尊呢度有個冥字，咁佢嘅師傅陰冥餃王又係有個冥字。唔係話唔可以重疊啊。以前有啲少數民族個名老豆同仔係可以一路重疊一個字都得嘅。咁問題係你又要咁樣咁快就重疊，你係咪真係諗唔到其他嘢咧？即係哪怕你叫妖火蛇尊，其實係咪都係可以咧？咁因為佢徹徹底底本來就係一隻妖嚟㗎嘛。好啦，千變色魔一陣再講啦。先講土撥鼠霸啦嚇。其實土撥鼠霸咧就係五妖入面可能係最 hea 嘅一個專號啊。土撥鼠基本上就已經係一個動物嘅名稱嚟㗎啦。咁你係咪因為咁樣加個霸字，咁就變咗一個專號咧？即係人哋其餘嗰四位基本上都好似會係高級啲啦。你咁樣搞到土撥鼠霸係真係低俗咗。同埋問 AI 啦嚇，土撥鼠咁喺中國嘅範圍其實有冇可能出現咧？或者係苗疆啊，直頭係苗疆啊。咁跟住佢就會答其實喺湖南、湖北、洞庭湖一帶，如果係當係苗疆嘅話咧，係唔應該有土撥鼠嘅。基本上佢哋都會係喺啲蒙古啊，或者係再接近啲青海啊嗰邊先至係話有可能。咁所以如果又係咁嘅話，咁土撥鼠霸，你係咪應該要諗下佢係其他鼠咧？好，之後就要講千變色魔啦。如果講前面嗰四位，佢哋個名都直接同五行係有
關聯嘅話，千變色魔你係絕對冇可能喺呢四隻字入面咧係睇得出關係。然後佢會話俾你聽個木呢個五行原來係藏咗喺個蜥蜴個蜥字入面，中間係有木嘅，因為咁樣咧就叫做佢就歸納去係木呢個嘅五行啊。哦，我睇完之後真係覺得呢個解釋太過牽強啦。嗱，基本上蜥字係歸入蟲部嘅，說文解字就話佢係蟲蜥音，即係個音就係取自於個蜥字。咁蜥係乜嘢嚟㗎？其實即係蜥蜴啦，係生活喺一啲草叢入面。你咁樣一諗嘅話，係咪相對同木嗰個關係係咪即刻弱好多啊？即係你最起碼都係應該擺翻隻木字喺個專號入面啦。即係你諗唔諗得掂係另一件事，但係你唔好咁樣夾硬嚟啊，係嘛？如果係咁樣又係得嘅，咁其實前面嗰啲使鬼咁專登跳金乜水乜冥乜土乜咁樣咩？你求其揾翻幾隻字，中間係有撚住個土嘅，其實都得㗎，絕對有啲咁嘅字㗎喎。咁點解你要色魔呢度先至係咁咧？定係色魔真係純粹係食字，因為佢真係鹹濕，佢係色魔。第五個雙角位就係神判同靈甲啊，咁喺第五頁呢度就提到啊，餃王啊喺100年之前就曾經得到一個曠世嘅聖物，就係伏羲氏嘅頭骨，咁跟住仲練得到成為神官啦，咁跟住就可以啲妖靈啊武功大進咁樣。最重要呢個神官咧，仲可以令到佢修練去到飛升成為仙人咁樣添。咁啊話係妖族夢寐以求嘅無上境界。嗱，睇到呢度咧，真係又係純粹，我覺得係一雞兩味啦。之前就係有阿子貴嘅遺骸，咁忽斬件式咁練咗做靈甲，咁跟住而家就話俾你聽，仲有嚿係叫伏羲氏嘅頭骨添，又係可以練到嘅，全部都係由骨去煉製嘅。好啦，但係你又睇下啲形容詞啦，神同埋聖物係一組嚟嘅，即係點都應該係比靈係強啲啊，係嘛？咁同埋你就算稱翻個人嚟講，喂，伏羲又係點都應該係同子貴係高級啲啦啩。始終伏羲氏係神話級嘅嗰種嘅人物嚟嘅喎。咁跟住神官嗰個煉製方法係點？冇講過，只不過係好奇就係靈甲嗰個煉製技術算唔算係咪同神官會有關係咧？嗱，畢竟咧子攜啊嗰副遺骨咧就同苗疆大巫師就好大關聯嘅，甚至係有直接關係。但係睇到佢今期啊，你就會知道其實苗疆大巫師可能都係要聽命於五聖門嘅門主。咁餃王啊，會唔會將呢個煉製嘅技術傳俾苗疆大巫師嘅咧？托繼續去諗咯喎，子攜嗰個頭骨同埋胸骨練咗15年都唔成功，而最後尾咧就係因為要靠子重個仔嗰啲咁嘅血，咁跟住先至成功，即係要有血脈關係啦。咁伏羲理論上係比子貴係高級啲、神聖啲，靈力各方面係咪靈性各方面都有機會係再強啲？如果子貴呢度都要靠親族人嘅血，咁伏羲係咪都需要咧？調翻轉又講啦，如果伏羲個頭骨係可以唔用親族血液去煉製嘅話，咁子貴嗰邊又點解一定要靠親族人嘅血先至會煉得到咧？咁所以，與其你要製造一啲一雞兩味嘅嘢，然後又有可能引發對比，搞到好似唔
係好 match 到嘅時候，咁你倒不如係咪就咁話阿餃王當年啊意外地啊就得到呢個伏羲當年所用嘅一個神物，咁本身就自帶功能，可以就係加強功力，同埋有助修煉成仙咁樣都得㗎嘛，係嘛？你唔一定係要再同一嚿嘢，然後用多一次，都係話一副骨，然後練出嚟㗎嘛，係咪可以減少嗰啲麻煩呢？第六個商榷位就係神官同妖灰之爭呢度啊。第五頁就提到話，餃王喺飛升之前啊，就已經留低咗個神官，就諗住俾5個弟子去競逐，咁每10年就比武一次，勝出嗰個咁就固然係可以得到神官啦。咁同時間成為五聖門嘅門主，咁然後五聖門嘅門主咧就有能力咧、權力咧就統領呢個苗族，苗疆啊、人妖各族咁樣嘅。好啦，先講下呢個妖灰之爭，即係呢個咁嘅安排係咪有啲似《射雕英雄傳》入面咧？就好似華山論劍就係為咗爭奪九陰真經㗎嘛。我同時間呢個保管嗰度咧，又似乎好似係同雪山飛狐啊、天龍門、南北二宗每10年就要輪流保管呢個闖王軍都好似都有啲相似啊。咁但係跟住探討下啦。總之要成為阿妖灰，佢就會變咗做五聖門嘅門主，咁就擁有呢個神官，又可以統領埋苗疆呢一帶嘅人啊、妖啊咁樣咯。咁利益所在，咁一定會引嚟爭鬥啦，好明顯㗎啦，係咪？咁所以其實餃王呢個安排唔見得係對團結自己五聖門嘅人物，或者對團結苗疆人同埋妖係有咩好處㗎？咁同時又奇在咧，喺第二次嗰個妖灰之爭嗰度咧，阿禪妖就癲咗，色魔又失去性能力，總之兩個都冇參加，偏偏跟住剩翻咗3個，阿鼠霸蝶姬咧又會鬥都唔鬥下，咁啊任由阿蛇尊成為妖灰嘅，即係呢兩位同阿蛇尊嗰個實力真係有相差咁遠。好啦，網上有人有提到嘅，亦都提得啱嘅、合理嘅，就係阿禪妖嗰陣時癲咗啦。咁呢個神官咁究竟其實佢點樣會主動攞翻出嚟咧？又或者阿蛇尊你贏咗之後，你係咪都需要去揾阿禪妖去拎翻咧？會唔會又係咁順攤咧？呢個係都可以大家係諗下嘅。咁啊，總之成為呢個妖灰之後啊，就可以話統領呢個苗疆人同埋妖。問題係妖灰之爭，你明明就係五聖門自己嘅內政嚟嘅，其他苗疆各門各派係冇參與、冇關係嘅。咁但係點解一個五聖門你就足以係阿頭就有辦法係壓低晒其餘嗰啲門派同甚至係普通人類？話晒事咁樣咧，第二次你係好明顯，純粹係全部係五聖門嘅人嚟嘅咋嚇，其餘啲咩森羅派、爆火教、七毒牙、五花寨，全部都冇參加，跟住就好似好自然然咁樣嚇講到係任由五聖門咁樣嚟管轄，唔覺得有問題嘅咩嚇？即係第7個商榷位就係五妖擊殺阿子貴嗰個咁嘅利益究竟度好未嘅咧？喺今期第6頁咁就講到話5年之後咁五妖就因為一個極大嘅利益咁就一同出發就襲擊阿雙侯府，即係其實係殺阿子貴啫。好啦，呢個其實由第1期開始就已經知道㗎啦，基本上咁你10期啦。仲要中間又變埋呢個什麼雙周刊嘅形式，好耐嘅嘞噃。你究竟度好未㗎？如果度好咗，其實係咪可以直接講啦？點解都仲要只係用今期用4隻字極大利益，咁又求其帶過就算啦？
仲有就係之前未提到五聖門啦，咁你就咁睇個故事睇落去，以為苗疆大巫師算係最大嗰個啦啩，至少都係份量足夠嘅人啦。但係原來睇埋今期之後，唔係喎，妖灰係有辦法有咁嘅能力係統治苗疆人同埋妖嘅喎。咁按道理苗疆大巫師都要聽命於五聖門門主先至係嘅喎。咁忽然間又好似係將苗疆大巫師嘅地位好似拉低咗落嚟，甚至喺殺啊子貴呢個咁嘅行為上面咧，苗疆大巫師只係變咗一個中介咁嘅形式，將五妖介紹咗俾阿子仲，等佢哋互相有關係咁樣嚟做喎。第八個商榷位就係五妖嗰個關係基本上咧係用色情呢個色嚟去支撐起嘅，基本上。咁前兩期黃玉郎喺畫後炮度就有提到五妖其實就有好多恩怨情仇咁樣啦。當然佢嗰時就冇講究竟係啲咩嚟啦，總之講到係互相都有啲故事咁樣。但係原來去到今期話俾你聽，喂，佢哋嘅恩怨情仇原來都係同阿色魔以及阿蛇尊嘅性慾而引起嘅咋。即係點解咁講啊？就係嗱，首先五妖本身就係師兄弟妹咁樣嚟嘅啫。好啦，但係千變色魔就為咗要做妖灰，於是就打金蟬妖君個老婆同埋恩兒嘅主意啊嘛，係咪？咁同一時間，千變色魔又同阿幻姬，即係唔知叫師姐定師妹啦又搭上嘅喎，老相好嚟嘅喎。咁然後根據阿水調幻姬嘅講法，就係喺第二次妖灰之爭嗰度，因為阿蛇尊贏咗，於是佢就俾阿蛇尊又蹂躪咗10年。蹂躪嘅意思，即係諗都諗到，即係又係同性係有關啦，變咗係阿蛇尊嘅玩物咁樣啦。喂，咁暫時係除咗土撥鼠豹好似超然於其他四妖之外，睇唔出有咩拉楞。咁其餘嗰啲都係因為由於阿色魔同阿蛇尊嘅性慾而引發恩怨情仇咯。第九個商榷位就係巫師之亂呢個仍然係有可能持續嘅。咁話說就係上一期其實係講到阿子仲係有諗到去巴結又好，或者叫收買呢個大巫師，咁然後咧就可以剝削咗阿夏桀嘅身邊一個重要嘅人物。咁於是就如果到時佢再解決啦，夏桀就易好多啦。呢個時候就有提到究竟呢個咁嘅大巫師其實係夏朝嗰位定係苗疆嗰位啊嘛。所以上期就有講到呢一 part 啦。咁今期再提一提啦，原來仲有一個巫師添㗎。喺第12頁嗰度就提到五花寨嗰個寨主其實都係巫師嚟㗎。咁15頁呢度恩言更加話阿寨主係個巫師，係個絕色美人，大弟子就嫁咗俾阿雙侯三弟添。好啦，但係又要睇翻前面啲講法係點咯喎。第4期第14頁嘅時候，阿冷冰口中係話有一個叫做酋長嘅人物㗎。當然佢要每一期都有啲唔同嘅嘢嘅時候，佢依然都可以話俾你聽。酋長可能都仲係會有嘅，但係又會唔會其實冷冰呢個口中嘅酋長，依家根本就係五花寨巫師咧？總之今期就確立咗真係有一個五花寨嘅巫師，於是變成咗3個巫師並存嘅時候啦，就即係有夏朝大巫師、苗疆大巫師同埋五花寨嘅巫師，3個勢力都係叫巫師，所以仍然係有機會係會撈亂嘅。上期就變咗係點咧？夏朝大巫師突然間就會擺咗個苗疆大巫師個樣，除非
佢之後係統一翻苗疆大舞獅，等於夏朝大舞獅，咁即係夏朝又同苗疆係有得直接有關係嘅。你除非又係要咁解釋咯，係咪？好處係點咧？而家五花寨嘅舞獅係個女士嚟嘅，相對應該少啲機會出錯啦啩。第十個商榷位就係小麥究竟喺夏商之間會唔會係啲主要嘅糧食嚟嘅咧？咁第17頁就安妮就話啦，因為佢哋已經去到五花寨啦嘛，喺個麥田嗰度啦嘛，咁就話小麥今年就大豐收，可以儲2年糧啦咁樣。咁問一問AI 又上網查一查資料啦，咁因為始終而家呢本咁嘅漫畫有好多資料，有陣時都俾人就係笑，究竟你有冇做足功課啊？揾下其實會唔會係唔合理啊？咁樣，所以又去問下啦。總之就係得出話小麥用現時而家我哋呢個時空主要嘅產區就係有河北啦、山西、河南、山東、安徽、湖北、江蘇、四川、陝西。咁當中咧就以河南係最為主要嘅。即係如果照咁睇，苗疆如果係湖南、廣西以西、四川東邊為主嘅地方嘅話咧，咁其實勉強你只係可以諗到係四川都算係可能係有小麥咯。但係記住係而家嘅時空咁用 AI 嘅答法咧，就係佢會話俾你聽，小麥大概就係喺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間，就由西亞嗰邊傳入。小麥總之並不是中國原產嘅物種嚟㗎。咁亦即係夏桀呢個時代可能係有出現，但未至於成為主糧。同埋苗疆呢度有冇可能係種植小麥咧？咁就又要睇落去咯喎。話苗疆如果係南方長江流域一帶嘅話咧，應該就只係得啲零星種植嘅啫，因為南方氣候係比較潮濕多雨水，但係就小麥係唔適宜太過多水嘅。咁如果呢啲資料都係屬實嘅話咧，咁而家欣宜話俾你聽係咩啊？今年小麥大豐收喎。莫講話苗疆一帶未必適宜種小麥啦，就算真係有得種到都唔會大範圍。好啦，然後你話俾我聽大豐收，咁係咪意味住今年即係佢而家嗰一刻個時空入面係相對係唔夠雨水咧？而大豐收到仲話可以儲到2年糧，你呢個會唔會又太過誇張咧？你有冇考慮過平時古代啲人每一年種植稻米之後又要去交稅傾啲卡啦，最後尾可以留得低做糧食嘅，其實多唔多咧？你而家仲要話儲到2年嘅糧添，咁係咪即係下年就算完全失收都即係冇事啦？係嘛？第11個商榷位就係五花寨同土撥鼠敗嗰個地盤嘅重疊即係喺22頁呢度咧，咁千變色魔搞鬼嘛，咁搞就安排啲手下去到五花寨嗰邊，咁令到啲麥田起火，然後東伯天越佢哋就要四散咁樣啦。咁最後尾天越就落入咗土撥鼠敗嘅地下嘅大殿嗰度，就算話土撥鼠到習性真係周圍捐窿捐罅四通八達都好，咁鼠霸你嗰個妖怪嘅大殿，你就喺五花寨嘅範圍之下，其實一個喺上面，一個就喺下面，你又覺得合唔合理嘅咧？即係會唔會就係咁啱就要安排喺五花寨度咧？即係有陣時又唔好為咗要就個劇情而間硬咁安排啦，係嘛？因為你既然係四通八達嘅，而土撥鼠敗你又咁啱就已經喺五花寨嘅呢個地底下面出現咗，我唯有就係覺得你已經係同阿色魔有聯絡，根本就係過咗嚟係打天越，咁樣先至會合理。
咁如果係嘅，你就唔使話呢啲佢有個大殿啦。即係你又講得大殿，我就會諗你嘅基地就已經係喺五花寨呢度嘅下低㗎啦，係嘛？兩回事嚟㗎嘛。你要進行伏擊，同你個大殿就已經係呢度兩回事嚟㗎嘛？定係你每一個地方你都有安排大殿啊？你係咪咁着重啊？即係去到每度我都有一個合適嘅生活空間咁樣啦。第12個商榷位就係阿豆丁太清嗰個先途問題。咁佢喺30頁太清就話啦，唉，逆天而行，可能要賠上先途。但係喺第9期28頁先至講緊話係太上老君指引太清真人去拜石悟道，以應日後嘅天數。佢係咪應該知道係有個咁嘅想法嘅咧？咁既然係咁樣嘅話，阿天月要經歷苗疆之行係應該係天數啦，係咪？太清你最嬲尾要諗計救天月，亦都係天數啦，係咪？同埋太清你自己，如果當初悟道，你係知道係要應日後天數嘅，你咁多年又冇作為嘅，結果搞到今日天月要面臨危機嘅，呢個本身又係咪天數咧？甚至其實最後尾你成唔成到先，都係天數嚟嘅喎。咁如果既然全部都係天數，咁又談乜嘢逆天而行咧？即係最怕就係你明知天月呢一關係可以過得到，但係偏偏你唔夠，咁樣呢啲先至叫逆天而行啊嘛。第13個商榷位就關於西戎究竟係咪俾人雪藏咧咁樣。第30頁清明就坐仙鶴就起程趕去苗疆嗰邊救仔，咁跟住仲要話念及佢哋嘅飛翔能力有限，所以帶同3隻鶴輪流接力咁樣。仙鶴唔係我要討論嘅重點，我反而只係覺得咁你擺低咗西戎喺度做乜鬼嘢咧？咁又要講翻少少之前嘅資料咯喎。咁第一期天月就坐貔貅，小寶就坐西戎，先後就到達紫桂府㗎嘛。第5期天月同小寶就坐貔貅翻去太清山啦。第6期清明就坐大鵬翻去太清山，亦即係話呢個時候東伯同西戎仲係喺紫桂府呢度嘅。但係第6期第17頁，天月小伯就坐貔貅，東伯就坐大鵬，就已經出發咗去苗疆咯。東伯無啦啦就已經由紫桂府翻咗去太清山先至再出發。咁你係咪即係意味住其實東伯嗰個時就係已經坐西戎翻去太清山啦？係咪？咁所以西戎應該仲係喺太清山度冇走失過㗎。咁點解你唔坐西戎啊？即係西戎，哪怕係冇飛行能力都好，但係嗰陣時天月同小寶一人騎一隻過去紫桂府嗰度，速度西戎一啲都唔慢㗎喎，幾乎真係前後腳幾乎係一致㗎喎。咁即係佢就算唔飛，佢靠喺陸地度向前走，佢係有速度㗎喎，有保證㗎喎。咁點解你唔用西戎咧？第4個商榷位就係五花究竟係啲咩嚟啦？其實呢度或者都唔係叫商榷，係介紹啲資訊咁樣嚟啫。咁喺第16頁呢度咧就有提到五花寨嗰五花究竟係啲咩嚟㗎？就係有地獄花、罌粟花、曼陀羅花、斷腸草同埋錢心藤。咁地獄花啦呢個就應該係故事入面虛構嘅啫。不過喺現實之中，有地獄花呢個稱謂嘅話咧，其實有4隻唔同嘅花，就係曼殊沙華，即係彼岸花，跟住罌粟花、曼陀羅花同埋水晶蘭。咁其中罌粟花同曼陀羅花就喺呢個漫畫入面就成為五花啦。咁講下罌粟花咯喎。罌粟我哋大家都知應該係同鴉片
有關係啊嘛，係咪？咁所以如果要涉及鴉片關於毒呢一方面嘅嗰個罌粟嘅話，就一定係會專指呢個鴉片罌粟，跟住嗰個就係啲植物嘅拉丁名啦。咁後面嗰個拉丁名其實個意思就係指有催眠作用嘅。咁罌粟花嘅原產地咧就係小亞細亞、印度、亞美尼亞、伊朗一帶，總之又係同中國係冇關係嘅。咁曼陀羅花原產地係墨西哥，而家主要分佈就係喺呢個溫帶啊、熱帶嘅地區。同時曼陀羅花可以成為中醫嘅草藥，有緩解哮喘啊、止痛咁嘅功用。嗱，但係記住呢兩隻嘢，頭一個可能會用嚟製造到鴉片啦，所以千祈唔好自己胡亂去種植。同時間呢兩樣嘢亦都唔好自己亂咁用啦。雖然曼陀羅花可以係當草藥，但係記住中藥又好，草藥都好，切勿自行亂用，最好都係徵詢下中醫意見。總之唔好亂嚟。跟住就要講下斷腸草，佢係有另一個名叫做歐敏。咁斷腸草喺香港係四大毒草之一。咁香港嘅中草藥就有受監管嘅，咁所以有個表咧就列出咗一堆嘅有毒嘅草本植物啊，或者其餘啲中草藥咁樣嘅嚇。所以理論上喺香港你冇可能係會喺藥房嗰度買得到。總之涉及呢啲帶毒嘅中草藥或者草本，都係嗰句，千祈唔好自己亂咁用嚇，要徵詢呢個中醫嘅意見。咁啊，同時間啦，講下中國有斷腸草呢個名字嘅其他草本咧，係一共仲有16種咁多嘅。咁最後就係錢心藤啦，呢個應該都係故事入面虛構嘅。不過喺現實之中咧，就有一隻叫做穿心藤嘅嘢，咁佢就係天南星科雷公蓮屬，但佢就有呢個清熱解毒、消腫止痛嘅功用。咁啊，生於呢個廣東、廣西、雲南東南部、湖南南部嘅地方。第15個雙學位就係絕代雙驕，呢度咧就唔知佢其實係個妖怪嘅一個名號啊，定係其實係招式名嚟嘅。咁總之就係喺23頁就有兩隻藍色妖怪就現身啦。咁佢哋本來就靠近土撥鼠伯嘅。遠啲咧就仲有兩隻綠色嘅妖怪，咁所以應該靠近啲嗰個地位會高啲啦，係咪？好啦，但係27頁呢兩隻藍色妖怪咧就攻擊阿天月喎，咁跟住就使出咗一招啊，咁啊嗰個圖畫嗰度咧就寫住8隻字，就係絕代雙驕，四馬分屍。咁唔知呢8隻字先至叫一個招式名啦，定係想話俾你聽，絕代雙驕係嗰兩隻藍色妖嘅名字啦。咁但係如果8隻字先至係叫一個招式名咧，咁其實絕代雙驕呢前4隻字咧係冇意思嘅，多餘嘅，係啦。但係如果你係人名嘅話咧，咁絕代雙驕佢有幾絕代咧？只係一隻普通妖怪啫，真係你連土撥鼠伯作為五妖都未敢講話絕代啦。係啊，定係你純粹就喺度致敬緊古龍個同名小説嘅咋？第16個雙角位就係打錯名咯，係啊，喺第13頁呢度預告頁啦，咁話千變色魔最狡猾多子，設立陷阱獵捕天月4人，但係個月字係咩啊？係用咗快樂意思嗰個月喎，即係由天月甲乙丙丁個月變成
啲月係喜悅個月，應該一定係打錯字㗎啦，係嘛？但係月字同另一個月字，即係無論倉頡定速成都係唔同碼，你冇可能打得錯嘅。咁所以其實一定係同拼音嘅輸入法有關㗎啦，係啦，即係爭在係用廣東輸入法定係一啲普通話嘅拼音，咁就唔知啦，係啊。誒之後嘅雙確位就係關於巨人版嘅拼音啊，咁喺32頁啦，就啲專欄嗰度，咁就下低就有提到啦，話補充一下，巨人版已經功成身退啦，因為印刷價甚高，所以售價高，待我安排到一個適當便宜嘅售價，再出版獻給喜歡收藏巨人版嘅老友記們啊，咁樣。佢嗰個道理好似有啲阿媽係女人咁嘅感覺，因為喂，你印刷費高，售價高，一定㗎啦，係嘛？但咁你售價高，如果讀者都買嘅，咁係咪冇問題啊？係嘛？咁之前其實另一邊有個漫畫啊，破碎虛空出到都第23期啦，期期都有出巨人版啦。人哋嗰邊嘅解釋係咩啊？巨人版其實係可以再睇得清楚嗰個畫工添，咁所以講到又係有呢個價值添。咁人哋嗰邊咧就叫呢一隻嘢咧就叫做 King Size 版，人哋出到23期啦，都未取消。咁人哋嗰邊唔通唔會知印刷費高、售價高，跟住讀者會唔會受影響？呢啲佢唔會考慮咩？係嘛？咁但係人哋去到23期都仲出緊，咁係咪反映其實就算貴，啲讀者都有買？如果佢係唔 sell 得嘅，冇人買嘅，咁就印嚟都多餘啦，係嘛？咁調翻轉頭又要諗啦。你講到話等佢安排到一個適當便宜嘅售價先至再推出嚟，咁係咪其實如果平裝，你會唔會再努力啲揾下有冇人係可以再用一個便宜啲嘅印刷費？咁係咪可以唔使賣到28蚊㗎？好啦，之後呢一 part 咧就主要係商榷下一啲對白上嘅嘢。咁啊，第一個就係第10期第4頁，咁就色魔有兩句嘅，佢就話：哼，10年前被老金打傷腰害，令我不能肆意淫樂。跟住就係話，現在復原了，講得上半個月後奪魁比武。前句即係話阿色魔曾經俾阿禪妖打傷，所以唔能夠上床行房咁樣啦嚇。咁後句就話啦，依家阿色魔復原咯喎，就所以講得似比武奪魁咯喎。兩句彷彿好似講緊就係呢個比武妖魁呢個地位係靠嘅係性能力嚟嘅喎。咁當然你繼續睇翻後文就知道唔係啦。咁但係你又可以話佢係靠性能力都冇錯，因為係色魔嘅角度，佢係想利用佢嘅性能力不合法地令到阿成妖老婆或者係欣兒上床，然後操控佢哋，勸又好氹又好，令到阿成妖幫自己，佢本來係咁嘅打算啊嘛。但係實質上個奪魁依然係靠武力㗎嘛，呢個武力總之唔係靠性能力呢度嘅武力啊嘛。咁所以你寫對白嘅時候，你呢兩句會唔會令人諗偏咗咧？你係咪應該要寫得清楚啲咧？好啦，第5頁又係喎，旁白有兩段嘅，咁咧就要特別我模仿翻出嚟先，係啦。咁話說由左邊睇起嘅，而家係要由右邊睇起嘅。餃王100年前，逗號起獲一礦世聖物，有個破折號，但係又上面唔知點解又有一環畫仔嘅。咁跟住就係伏羲氏頭骨，逗號淬煉成神冠，逗號能助妖力武功大進，句號。然後另一邊就係咁嘅，更重要的是可以修煉到飛升為仙，逗號乃是妖族夢寐以求的無上境界，句號。嗱，呢一 part 逐個地方講。
咁網上有人就覺得啊，餃王100年前逗號喜獲一抗世聖物呢度咧，個逗號就用錯咗。其實都係嘅。咁同埋意思上，你明明只係想講係話阿餃王喺100年前就曾經得到一嚿聖物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餃王100年前，咁其實又有意思上係有分歧嘅喎。點解啊？因為呢度而家我唔知你係想講緊係呢一刻喺苗疆進行緊發生緊嘅事前嘅之前100年，呢個餃王已經得到啊，定係喺餃王死之前100年佢已經拎到呢個聖物咧，兩回事嚟㗎嘛，係嘛？咁所以其實會唔會係咁改成係話100年前逗號餃王喜獲曠世聖物，咁樣會唔會係好多咧？好，跟住聖物後面有個唔知係佢想做開引號定係純粹係破折號嘅嘢啦。如果係開引號，咁點解你唔直頭打開引號咧？你如果係諗住用開引號，亦即係話想突顯伏羲氏頭骨係一個你想標示令人注意嘅嘢啦。咁如果係嘅話，個骨字後面都應該要有刪引號先係嘅喎。但係如果你係話破折號冇問題㗎，咁即刻睇得明，因為聖物破折號連帶就係伏羲氏頭骨，呢個係正常嘅操作。咁問題係點解你又要整多一個橫畫喺度引起誤會咧？之後就係能助妖力武功大進，同埋更重要的是可以修練到飛升為仙呢兩句。因為網上有人都會覺得呢兩句都係翹口啊，或者唔明白咁樣啦嚇。咁先講下一個妖力問題啊。妖力呢兩隻字，如果你睇翻呢期嘅漫畫，最初無論係色魔嘅手下定係色魔自己，佢都係形容叫做勝力。係勝力嚇，咁呢度反而用妖力，係咪又係一啲你冇統一嘅用詞嘅問題咧？你一係就將前面全部都用翻妖力，一係呢度你變翻做勝力。好啦，另一方面做個比喻啫嚇，就係、是《笑傲江湖》入面日月神教，咁喺中原嘅武林入面就覺得佢哋係魔教嚟㗎嘛，係嘛？咁但係喺日月神教入面，呢班人當然唔會覺得自己係魔教嘅，佢會覺得自己係聖教、聖教主咁嘅稱呼。咁所以妖，佢未必會都覺得自己係一啲妖嚟㗎嘛。佢或者佢可能想令到自己嗰個身份地位會好啲，所以佢用聖唔出奇㗎。咁總之，你編劇嗰個你係咪又要去統一啲咧？你唔可能突然間前面一班人就講勝力，呢度而家用妖力咯。好，咁乜同埋妖力武功大進，咁你話佢勝力又好，妖力都好，呢個係力量上大進，我都可以理解。但係武功大進，咁神官係咪有其他嘅武學存在喺入面先？如果唔係，你最多呢個神判係應該係提升咗你嘅功力做喎。咁用武功大進又似乎唔係太過貼切。咁然後後面又係啦，更重要的是可以修練到飛升為仙。總之有人覺得係唔通順，好唔緊要。咁其實呢兩句你可以拼埋一齊處理嘅，將佢歸翻喺同一段，跟住或者變成咁樣，就話神官能夠提升物主嘅武功勝力，更重要是可助物主修至飛升成仙，或者係更可助物主修練至飛升成仙，咁樣會唔會適合啲咧？
之後到第10頁啦，就有句對白係咁講嘅，就話這兩隻妖莫天直地宣淫胡天胡地。嗱，其實呢一句咧冇問題嘅，不過呢句咁短嘅旁白入面咧，就已經涉及3個嘅字詞，同時間又係而家已經少用嘅字詞，咁所以想講解一下嘅啫。咁莫天直地呢個其實係個成語啦。亦都可以寫做係直地莫天，即係調一調個位置啫嚇。個意思都係指係露天，係露天。咁宋朝有個人叫林正大，佢就有首詞就係咁寫嘅：縱莫天直地，居無廬室，以八方為域，日月為永。《西遊記》第63回入面又有用到呢4隻字嘅，就係、是、眾兄弟在星光月前，莫天直地，舉杯敘舊，都係講緊係露天咯。咁同時呢一個詞語又可以解作係胸襟廣闊啊，不拘小節咁樣嘅嚇。咁喺文選劉伶有一個叫做《走得頌》嘅作品入面咧，就有一句係咁：莫天直地，眾意所如。跟住就係宣淫呢個咁嘅詞語啦。咁其實意思就係話公然做啲淫亂嘅事。咁喺左傳宣公9年就係一句係話：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初刻柏案驚奇卷29有用到啊，就係、是、這事有個委曲，非萬浪男女宣淫也。總之都係一啲做緊啲淫亂嘢咁樣嘅嚇。最後就係胡天胡地呢個詞語，本嚟係應該寫做胡天胡地嘅，咁係出自於《詩經》啦，有一個叫做君子偕老嘅詩。胡言而天也，胡言而地也，就形容呢個容貌啊、服飾嘅靚咧，唔係凡間嘅嘢嚟嘅，咁啊令人尊敬崇仰。咁喺《隋唐演義》第80回啊，就係、是、咁樣嘅。安祿山於鳳霜進酒之時，偷眼看那貴妃的美貌，真個是施之太赤，施粉太白，增之太長，減之太短，看來豐厚，卻甚輕盈，極是嬌堪，自遙溫雅遜矣。胡天胡地，果然傾國傾城。總之就係安祿山喺進酒嘅時候入咗阿楊貴妃，然後覺得佢傾國傾城係個靚女，但係胡天胡地咧，又可以解作係任意胡為，不知檢點。清朝方舟義喺《衛風詞話卷1 33呢度就係咁話嘅：自乃凌亂拉雜，胡天胡地，其言中之意，讀者不能知，作者亦不期其知。總之就係即係任意胡為，不知檢點。咁所以喺呢句旁白入面就係形容緊阿色魔同阿蝶姬就喺度胡混，唔知做緊啲咩唔檢點嘅行為咁樣嘅嚇。好啦，跟住第17頁，欣宜就去到五花寨麥田，遇上2個女士，就同佢哋打招呼，就話：燕姐、采姐，你們好。嗱，雖然大家都係苗疆人，但係欣宜平時會唔會同五花寨係有打交道咧？嗱，欣宜係應該一路要照顧佢老豆，雖然之前有講過為咗要揾啲藥去救佢老豆、醫佢老豆，所以佢行過咗好多苗疆嘅地方，所以佢曾經去過五花寨，我可以理解，但係去唔去到咁熟絡咧？即係相互。連啲阿姐又知道佢嘅年紀咁樣，係嘛？即係隨時呢一個係冷雪冷冰翻嚟嘅，都真係冇咁熟。同埋你又須知道喎，話神秀由佢欣宜屋企去到五花寨都話要飛成2個時辰喎，咁遠距離，你係咪欣宜點都需要曾經流浪到去到五花寨，然後相處過一輪，你先至有可能係咁樣呢？
好啦，第18頁就係、有句對白，東伯話嘅，事有蹊蹺，有人搞鬼，大家加倍小心。但係東伯係夏朝人嚟㗎嘛，嗰陣時應該未有搞鬼呢啲咁嘅用法係嘛？即係如果你係旁白度，你用相對都合理啲啊。即係呢個時候你係咪用翻話有人生事，有人作亂係會好啲呢？第21頁呢度啦，有一隻應該係變色龍嘅妖怪啦，就話啦：傻瓜，我變成奀兒衣服，果然追來。嗱，呢隻變色龍妖佢變成奀兒唔係問題，咁但係你究竟想話佢係變成奀兒定係變成咗奀兒件衫咧？即係如果你要變奀兒，就自然一定係要包括埋啲服飾啦。你總唔能夠只係變咗奀兒嘅軀殼，跟住唔着衫冇剩，咁就喺人面前係人都覺得奇怪啦，係嘛？咁所以你要變身，你一定係要連埋衫、褲、鞋襪，甚至如果奀兒係有寵物嘅，你都可能要扮埋有寵物在身。譬如奀兒如果係抱住隻狗仔嘅，你都要有隻狗仔喺度，咁樣你先至呃到人噶嘛。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而家寫係話變成咗奀兒嘅衣服，衣服兩隻字咪顯得多餘咯。我要扮奀兒嗰件衫做咩啊？然後而家即係前面有件奀兒嘅衫，但係冇人着住嘅，然後喺度行走緊，吸引阿天月，就咁樣就可以吸引到天月去走去。佢唔覺得奇怪就係蠢人一個啦，係嘛？咁所以衣服根本真係多餘。好啦，26頁呢度又係搞笑嘅，幅圖明明係有一隻肥嘅男妖，背上面有個圓筒，然後射出咗個鐵鈎。旁白就話啦：果然未出手，背上閃電般射出鐵鈎。問題係前文一路都冇提過阿土撥鼠霸座下嗰4隻妖怪嘅名字。藍妖就係比較高級啲嘅，總之從來都冇提過名字。而前一頁天月明明只係話呢一肥一瘦嘅藍色妖怪比較強，要小心應對。跟住下一頁第一張圖就已經係咁啦。咁未出手我就會真係睇到以為係個藍妖個名咯，但係又唔合理啊，係嘛？咁如果你要係話呢個未出手嘅意思就係佢未曾攻擊，咁好似解到，但係又係要睇下你乜嘢叫做未出手啦。咁你始終要而家係射出個鐵鈎，你唔係聲控㗎嘛，咁你點都要有個機關去有所動作，咁算唔算出手先？係嘛？同埋如果未出手確實唔係人名嘅話，咁係咪又反映緊個問題？呢句嘢入面係冇主語咯。即係你點都要加一句話係肥男妖進入咗呢句子入面，即係個意思就變成咁樣。果然肥男妖未出招，背上以閃電般射出脫鈎，起碼你都要加翻個主語落嚟啦。好啦，跟住27頁呢度又係有趣嘅。阿土撥鼠霸就持斧劈向咧天月。咁你就話本性與你父子很有緣啦。下一頁就話送你去見雙侯，跟住天月就心諗佢做咩要提我老豆咁樣咧？咁好又要講翻之前喎，第5期25頁，阿三叔子貴同佢老婆冷雪就講翻當年子仲點樣係威逼利誘佢哋要參加刺殺子貴嘅經過。當時係已經提及到苗疆五妖係刺殺佢天月老豆嘅兇手嚟嘅。天月當時係在場嘅，佢一定係有聽過嘅。好啦，當你去到苗疆呢個地方去揾解藥，你應該知道係五妖嘅地盤嚟添㗎啦，係嘛？咁就算唔知都好，唉，其實都真係都唔合理，唔存在唔知啊，係啊。咁而家直頭有個人
就話同你父子好有緣，送你去見雙頭。呢度個意思都好明顯啦，你老豆死咗咁耐咯，咁之前有一期清明亦都有交代過子貴一路嘅生平係點，俾翻天月知道。咁理論上天月都大概都又係知道自己老豆有啲咩仇人恩人諸如此類啦，係嘛？咁你突然間聽見土撥鼠咁樣講呢兩句，你係咪一啲都聯想唔到呢個又係自己敵人嚟嘅咧？甚至係直頭係五妖身份咧？即係你仲要反問呢個人點解要提我老豆？哇！你即係除咗話係蠢，真係唔知有咩解釋啊！真係。嗱，第19個商榷位就係五花寨同欣宜屋企嘅距離。咁喺第12頁嗰度色魔嘅部下就話聽見天月佢哋就交談之中就講到第2日會去五花寨。咁欣宜就估計只要有貔貅大鵬喺度嘅話，2個時辰就可以去到五花寨啦。好啦，又要講翻咯喎，第5期28頁天月佢哋坐貔貅喺紫貴府翻返去太清山，飛咗唔到2個時辰。當時就曾經有假設過貔貅嘅速度大概係每小時100公里嘅話，2個時辰，而家講緊2個時辰，咁可能有成400公里。欣宜同五花寨距離有成400公里喎，咁跟住哇，你可以睇到成個苗疆咁樣，有機會係好鬼大㗎喎。好啦，有神獸都尚且要飛2個時辰，咁冇神獸咧，呢班咁嘅普通妖怪你要通風報信㗎嘛？你首先要翻去匯報俾色魔，然後色魔再安排人手。如果土撥鼠霸係同色魔有聯繫，所以跟住喺五花寨嗰邊就做埋伏嘅話，色魔仲要揾人去通知土撥鼠霸㗎喎。即係整件事你係咪可以一路快過天月咧？好啦，天月瞓覺俾進去瞓4個時辰，好冇？咁跟住加埋之後嘅趕路，咁約大概6個時辰多啲，好冇？咁扣翻色魔要通知安排等等，佢一定要壓縮喺5個時辰之內完成，咁你跟住先至可以埋伏成功嘅喎。咁如果咁樣計一計條數，即係你每個時辰你其實可能係要趕80公里路喎。除非你係用緊一啲妖怪嘅方法，超越咗距離，而對方會知嘅，咁我會有講係咯。然後根據 AI 嘅回覆，一隻變色龍真係一隻變色龍，佢個移動速度只係每小時大概2公里左右。咁當然只係一隻普通嘅變色龍啦。咁如果變色龍成為咗妖怪，咁一定係會能力係有大提升啦，係嘛？咁但係有冇可能講路講得咁犀利咧？係啦。第20個商榷位就係關於個補身竹嘅材料啊。咁喺第11頁嗰度，欣宜因為天月受咗傷，咁所以煮咗個補身竹，就諗住俾天月補下身咁樣啦。咁入面有提到至少有4味嘢，咁就係靈芝、當歸、鹿肉、人參。有人就諗啦，呢4味嘢其實係咪煲埋一齊係得㗎咁樣？咁我哋咪又去睇下可唔可行咯，係嘛？咁人參咯喎，人參嘅功效係大補元氣、補脾益肺、生津安神。天月受咗傷，咁自然元氣有損，咁你人參補翻元氣 OK 啊，係嘛？咁同埋你要受咗傷，想瞓得好啲，安個神又都好合理啊，係嘛？好啦，既然又係受傷，咁自然係即係有失個血啦。咁受傷又難免傷下會痛啦，係嘛？咁當歸係咪又可以幫到你啊？因為當歸主要功效係補血、活血、調經止痛啊嘛。
當歸呢隻嘢應該其實大部分人尤其是特別係女士都應該知道㗎啦。咁補血係一定用到佢㗎嘛，係嘛？咁但係其實補血男人固然都需要去補血咯，唔係淨係女人專利嚟㗎嘛。咁更何況係一個傷者係嘛？咁所以當歸又係好合理。好啦，靈芝啦，主要功效益精補腎、祛風、療虛勞。天月受咗傷，身體因而變得虛弱，或者有勞損、勞累，合理啊，係嘛？咁靈芝相對又好似幫到手喎。好，最後啦，鹿肉啦，主要功效係保五臟、調血脈。因為天月真係受傷啦嘛，咁你要調一調啲血脈，補一補翻身體，又係好合理啊。所以鹿肉又係 OK 㗎，係嘛？好啦，跟住又係查資料喎。咁秘笈千金要方入面咧就有一味叫做鹿肉湯，材料就有鹿肉、人參、當歸，仲有就係黃芪。嗱，鹿肉、人參、當歸就係而家漫畫顯示中嘅補身粥入面有提到啦。黃芪就應該咁講，靈芝就冇嘅，但係呢條鹿肉湯嘅湯方就有黃芪，而黃芪同人參基本上功效又係一樣嘅，咁亦即係話其實呢幾樣嘢要煲埋一齊係合理咯，至少前人古人係有用過啊嘛。咁呢條鹿肉湯嘅湯方係主治係啲咩啊？就係治產後虛弱勞損嘅一個方劑嚟嘅。咁咪又正正啱晒天月而家嘅身體咯。雖然呢條方本來係話治產後啊，即係女士產後用嘅，咁但係天月始終都係身體虛弱啊嘛。咁同樣道理啫，唔一定當歸都可以，男士都要照用得着。咁呢條方就算俾男士用都未至於完全唔得啩，係啦。咁所以其實呢條方係有可能嘅喎。咁只不過漫畫入面顯示呢四味嘢喺當時個時空又冇可能喺苗疆揾得到咧。特別係人參，因為人參應該主要係喺東北三省、長白山啊呢啲地方。你苗疆係喺湖南啊、江西一帶咁樣，有冇可能咧？咁樣係啦，但係點都好啦，又係都要再提一次，喺使用中藥之前，都一定要問下中醫意見啦。好啦，最後結尾啦，咁苗疆邪域就出咗5期啦，咁到而家都未講埋會轉下一章啦。今期個劇情其實算有向前推㗎啦，但係睇嚟點都仲要打多3至4期啦啩。咁冷冰同子英係我比較關注嘅人嚟嘅，其實係啦。咁冷冰基本上自從子貴婦之役之後，就5期都冇再出現啦。咁而家提到五花寨喎，咁話晒佢都有同五花寨應該都有拉楞嘅，咁會唔會安排到佢出下嚟咧？咁因為冷冰始終一開始有啲咁嘅傾向，就係可能會安排佢係同阿小寶做有感情關係咁樣㗎嘛。所以你都要適當地都要再俾一俾佢出下嚟㗎嘛。咁跟住仲有子家另一個重要人物子英，即係四姑啊，幾時先至會第一次現身呢？但係由於劇情真係進展比較緩慢啊，咁真係都睇唔到佢哋幾時先至有機會再出嚟。咁同埋就係我真係好希望盡快解決晒五妖呢一 part 啦，咁進入翻人類世界啦，就由《西遊記》打妖怪咁嘅模式
翻到去天子傳奇正常安天下嘅模式好唔好？